我哋今日講下皮膚手術最常用嘅局部麻醉方法。好多病人就擔心做皮膚手術會唔會好痛㗎？咁其實如果做咗局部麻醉之後，基本上做手術嘅過程當中係唔會感到任何痛楚，所以較為痛嗰個部分就係打麻醉嗰部分啦。做局部麻醉打麻醉藥痛唔痛？第一，究竟打麻醉嗰陣時係用乜嘢針嘴？越粗嘅針嘴當然係越痛。針嘴嘅粗幼其實係用 G 嚟到做單位 ，G 嘅數目越大就代表個針嘴越幼。通常我哋抽血用嘅針嘴大概23G 到21G 都有，大家可以睇下23G 嘅針嘴大概係咁上下粗，而我哋打麻醉有啲幼嘅針嘴就係30G， 大家可以比較下23G 同埋30G 嘅粗幼。但係我哋而家仲有啲再幼啲嘅就係33G，33G 就係咁幼嘅。再比較下30G 同埋33G。打局部麻醉針除咗針嘴嘅粗幼影響痛楚感覺之外，仲有注射麻醉藥嘅速度。麻醉藥打得越快，就會感覺到越痛。仲有就係打麻醉藥嘅手法。如果打麻醉嘅部位需要篤幾針，醫生可以喺篤完第一針麻醉藥之後，喺麻咗皮膚嘅附近再去入第二針，如此類推。咁之後打嗰幾下麻醉針咧，就冇咁痛噶啦。仲有，如果小朋友好怕痛，我哋都可以搽咗麻醉藥膏先至打麻醉針。喺打麻醉藥之前，醫生亦都可以俾啲提示病人，俾佢做個心理準備。講解晒整個局部麻醉嘅程序俾病人知，病人冇咁緊張，對於痛楚亦都會冇咁敏感噶啦。仲有打針嗰陣時可以同病人傾下偈，分咗佢哋嘅心，都可以減輕痛楚。